国民小学台语教材第2册第5课。我的身躯，我的双手，摸东摸西，我的头壳真正厉害。目睭面顶2撇目眉，目肚中央1粒大财。练习头壳、颔管、手、腰、大财、腹肚、骹、指甲、手指头仔、尻川皮。我的手足痛，我的手足痛的。哎哟，你踏到我的骹，歹势歹势。